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领受这个美好的恩典，在新年新春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一起敬拜。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季节，让我们经历神奇妙的创造，也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节日，特别是我们华人喜欢的一个长假当中，我们不只是跟家人见面团圆，我们一起从新的一年的开始来领受神的话语跟教导。主啊，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当中所行美好的旨意，也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感谢你，愿神亲自来启示我们每一位，从你的话语得着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在新年的初二来到主面前。那我们富强教会有一点比较属于这个都市型，也是有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属于第二间教会。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可能从外地来到台南市居住，他本身可能有所属的原来自己故乡的教会。那第二个是我们在这边很多是在台南就业的人口，也许呢他们呢在假日的时候会到外地去。那跟牧师以前的经验有一点差异了哈。以前呢我们的教会呢是大家从外地回来所以在春节的时候人数总是会比一般的聚会多，因为大家携家带眷的，全家都到哈。不过在最近这几年，我就发现有一点变化。第一个是我们台湾的整个生活节奏已经多元化了，很多弟兄姐妹他借着这个长假呢，他不一定回到自己的家乡或回到自己的这个长辈的家，而是他们借这个机会长假去找一个他们可能一年当中想要完成的事情，比如说度假啦，到远地旅游啦，或是有特别的一个度假到外地安静自己这个也是台湾整个社会多元的变化。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从外地回来也好，或是我们到外地去度假，我们就求神让我们在春节的时候一起领受神特别的恩典跟祝福。那今天很高兴我们第二堂礼拜本来就比较多的弟兄姐妹会外出了或到各地去，但是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领受恩典我们在这边一起从主的话语得到学习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很熟悉那我们等一下会再复习一次那我们知道今天是新春的初二，很多弟兄姐妹呢他们特别是女生会回娘家会回娘家。不过我们来到主的家也很好，就是回到主的娘家我们神的家那真的是很美好也许等一下做完礼拜你的娘家在附近也不错两边都得到了那这个新春是新的日子没错，因为我们一年四季有神特别美好的恩典。不过我觉得这个新春跟新的日子有一些不同的意义跟差别。首先我们都了解春节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我们华人呢借着祖先的老祖宗的一个经验，慢慢去体会出一年四季的变化所以呢我们真的很感谢神呢赐给我们四季，赐给我们节期，赐给我们节气。那这些在我们的农历的时代，就是农业时代，那更明确了，因为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刻、不同的节气，它就有不同的工作内容跟项目，好像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奏。那我们说岁时，就是你不要人家教你就知道这个时间到了要做什么所以我们所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按照节气就不对，就错了，就不对了，就是不错。因为我们要按照那个时间，因为什么时候种种子，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要春耕，都是有一个固定的节气，因为太晚太早都不行。尤其呢春节从牧师的经验当中春节有时候常常会寒流来，春节有时候会下雨，像今天，像昨天晚上就开始下雨。那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家住在乡下，住在离岛的地方呢，
有时候早上春节本来睡晚晚，对不对？晚晚的起床，没想到妈妈或是长辈他们都已经到田里面走一趟了，因为好难得，好久没下雨了，对不对？春天一到，春节一来，雨下雨了啊！那个时候要赶快哇去，那个时候是农耕时代啊，用那个牛来耕田呢啊，说马上就下田了，把那个泥土松土了，因为这个抢这个下雨湿润的时候啊，就开始要播种了。啊，你也可以不用啊，但是不用等到土硬了，你要花很多的力气，牛也拉不动了啊，所以大家会抢在这个时刻，是因为神在特别的时刻给我们人类有更美好的祝福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是节气。好，那也因为有四季的变化，我们能看到不同的时节啊，环境景观也有跟着不同变化。那我们南部呢，台湾南部其实已经四季不是很明显了，但至少还有春夏秋冬，至少有夏季跟冬季嘛。现在大家都穿着厚衣服啊，这2天寒流要来，我们会穿比较厚的衣服，至少我们有看到它的变化啊。那树叶啦，还有一些外的景观其实有变化。那到温带的地方就更明确了，春夏秋冬很明显，对不对哈？就听有人这样子讲了哈，说。夏威夷是一个天天都是好天气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喜欢去度假，因为你保证可以玩得很尽兴哈，而且有很好的景观啊，有很好的水上活动啦、沙滩啦。不过听说住在那边的人就觉得没什么有趣，因为天天都一样啊，从初一到年底都大概天气都差不多，感觉会很枯燥、很无聊哈，对不对啊？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或者不同的适应。不过我们记得这个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那我们知道汉民族呢，还有许多我们亚洲很多民族，包括不同的国家，他们都已经习惯去找出一个历法。这个历法就是所谓的一个按照农历的历法啊，汉文呢将一年分成24个节气，那等于是一个月有2个节气哈，那都慢慢修订，把它弄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它24个节气在某一年它会闰月，有没有闰月？因为好像时间有一点变化啊，稍微把它挪回来啊，所以那个节气就把它。好像有点校正的意思，把它回到正常的轨道啊，所以按照这个节气就可以耕田呐、播种呐，还有后来的秋收都一样哈所以农人很注重这个东西，一年当中把它成为岁时的庆典呐、习俗啦，跟农耕哈。那这几千年来，汉民族把它这样的历法分成24个节气，那我们的古代呢？所有的农村村民，他们就按照这个农事这个活动呢，按照节气来安排。那因为有节气，它有它运转的规律，大家就生活作息按部就班啊，没有什么困难的哈，没有什么困扰啊。大家也愿意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因为为什么会在过春节呢？因为冬天到了嘛，所有的。生物都完全安眠这种情况，大家没有什么农事可以做，所以大家才会想出这些春节的假期热闹啦、游乐啦哈，因为没有农要忙嘛。那这些都已经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俗了。不过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说像我们教会这样子，在春节的时候，大家多样化的生活，那个春节的那个味道只是休假还让人家觉得有一点节气的味道，但是过春节吃什么呢？玩什么？其实已经慢慢淡化掉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怀念小时候那种早期的那种春节的气氛了哈。那当然时代在变化，但是这个节气大概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这24个节气大概分得很清楚哈。那如果我们把它一排一排排下来，发现说它垂直的部分就分着4个阶段，很好。比如说像第一行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对不对？那在中间就是它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那就是每一个节气都有它不同的一个气候的变化。当然这个是在北半球了哈，对不对？现在南半球了，现在热的那个整个澳洲了，一直在火烧山呐，火烧的
好几个台湾的大，因为那个时候太干燥了。那总之呢，它的节气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节奏。那这个节气分得非常的清楚哈，春夏秋冬这样子。那不过我们从这些节气当中，其实我们要做一个思考了。节气它有它固定的时间，它什么时候到了，你改不了。但是呢，上帝的新日是什么？春节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没错。但这个等于上帝的新日吗？那这个就有一点属灵的思考了。好，那我们刚刚就看到这一段经文说，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我们要欢乐，我们要庆祝。上主啊，救我们，拯救我们。上主啊，求你使我们顺利成功。这边没有特定指哪一日，但是记得这是上帝得胜的日子，是神介入了，是神掌管了，是神在，可能是你原来是软弱的日子，是失败的日子，是跌倒的日子，但是当神介入的时候，它变成得胜的日子。我们要从忧愁紧张、劳苦变成欢乐跟庆祝，是因为上主救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所以，当主在能力在你身上的时候，那就不一定是春节这一天才是上帝的日子，是神在你身上所特别应许的日子。所以他说：“愿上主赐福给奉主名来的那一位。”我们从上主的圣殿来祝福你。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啦。我们刚刚说回到圣殿，好像回到娘家。其实我们更明确的讲说，这是代表神设立宝座的位置。我们是要从神那边得到从天上来的祝福。这样的祝福不是我们口头上，比如说我们在春节的时候，你会收到很多祝福卡片，对不对？哇，一大堆很漂亮的文字都很好，但是一定要有神的力量才是真正的祝福。那以象征从神的圣殿、上主的圣殿来赐福给大家。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敬拜神，不是一个仪式，而是你谦卑的愿意在新的一年被神所带领。所以在上帝的大能当中，他是要试下新的日子。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哈，春节它就是一个规律的岁月，它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在上帝的恩典中，如果春节会成为上帝的新日，那才是带来的大能跟大力、祝福跟能力的，而不是你跟随大众一样一起过这个节日而已。那其实我们可以从比较更深一步的思考，就是说节期或是日历的日子你看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哇，万年历什么时间都帮你定好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称呼作 Chronos， 就是它按照时间节奏一直安排节期的每一个日子就这样子。那这个也成为我们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的规范，什么时候该放假，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要上班，对不对？但是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说上帝他把这个 Chronos 一个按部就班循环的日子转化为叫做 Kairos。Kairos 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特殊的时机，这时机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去预料的，那个时间变成神在你身上特别意义的日子。所以神的拯救来到，神的医治来到，神的祝福来到，神的改变在你身上有没有产生意义？这个日子才是最主要、最重要。这个就是神给你的新的日子。所以在英文来讲，就是 Kairos 是一个契机。我们可以发现说，有些国家、有些历史呢，它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无论是好或是坏，有可能那一天日子是这个国家很重要的日子。比如说，我们常常有经验的人知道说，我们在纪念921。为什么有921？因为这个对我们台湾的社会产生重大的改变。我们有看到说88风灾在我们台湾发生了重要的改变。那个日子也没有特别是什么节日是因为那一天对台湾的影响太大了。那更不用说有时候遇到战争，或是现在我们在担心这个武汉的肺炎来，到底现在的武汉封城了耶，封城对他们那个城市的人就是一个Kairos的时间
生死可能在一瞬之间呢。所以我们更不用说，在整个历史的变化当中，我们很难想象说，为什么突然间柏林围墙会在某一天突然间倒塌了？有没有人特别讲起说，我们预备在哪一天要来把围墙打掉？都没有，就突然间发生了。我们也很难预料说，为什么突然间在1989年，整个苏联的体系，这个苏联的这个国家全部解体了，成为好几十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很难预料说，在共产政权的统治之下，突然间发生6·4天安门事件，整个改变了中国的一个历史。那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开罗斯。那神在你身上的开罗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的新的日子。这新的日子是得胜的日子，记得是神特别应许的日子，是你要庆祝感恩的日子。那我们要跟神求说：主啊，我的新日也是你的新日。所以这个上帝的新日，这个开罗斯是上帝得胜的日子。所以我们这一天变成欢乐，我们变成庆祝，因为上帝要施下拯救。所以经文第25节说：上主啊，救我们，拯救我们。上主啊，求你使我们顺利成功。这个不是一种应景的话，是因为诗人在写这一句的时候，可能是他们遇到国家生存死亡的一个境界，是人民遇到困境的时候，或是人自己或是自己的家族遇到了挑战的时候，那不是人能够改变的，是神能够改变。当你谦卑在主面前，愿意被神改变的时候，这个日子就是你的新的日子，不一定是在春节。所以新春、新心、新路，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随时要跟神配搭的，要回应的，要学习的，也是跟着改变的。所以当我们在欢乐团圆来过新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更学习说，我们怎样把一个快乐欢乐的节期变成神让我们得胜的节日，成为新的日子。那这个要每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改变，有一个预备，愿意改变自己，才能够让这个新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记得在今年第一个主日，牧师在分享有关我们的这个教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复习了这段经文，是上帝他是做新事的上帝。以赛亚书的43章18到27节说，上帝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不要老记着往事，不要沉湎在回忆中，无论是成功或失败。我们喜欢特别到一个年纪的人，他会讲说，想当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会讲到过去。那也许有的人曾经在过去当中遇到一些伤害、一些失败、一些苦毒，所以常常那些记忆会存在你，让你停步不前，或是你觉得有软弱，不敢突破，觉得好像怕再一次失败。但是当我们把信心仰望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做新事的神，他要让我们怎么样呢？他有改变环境的能力。所以主说，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道路，在沙漠里挖掘河流。我们都知道，这样不可能的环境当中，神会让它实现，不是人的能力能做，而是神他会把这个环境改变。那你可能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一些自己根本不能改变的环境，那你愿不愿意被神说，神啊，改变我？不是改变你的心境，也被神改变这个环境，让你原先觉得困难重重、险阻没有路走的时候，神为你开了道路。当你发现觉得连一滴水都没有的时候，竟然神在沙漠里为你挖掘了河流。甚至神他还改变了动物的本性，还有我们人类的品格跟性格。当我们愿意被神所抓紧的时候，愿意被神所呼召的时候，愿意被神所改变的时候，他说连野兽要敬重我，野狗鸵鸟都要颂赞我。这个是神在这一个应许当中一个美好的一个指示。所以基督徒要怎么样呢？他愿意跟神连结的时候，就变成会改变。这段经文最后一节说，我使我拣选的子民有水喝，
他们是我为自己造的子民，他们要向我唱赞美的诗歌。会赞美的诗歌是表示跟神同行了，接受了上帝的改变，接受了做新事的神。那我们怎么样跟主连结？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新春的时候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地方。有几个一起来从我们熟悉的经文在一起提醒。第一个，要保守你的心。我们很喜欢读这段箴言4章23节，和本他这样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换句话说，人的观念，人的一个思想，会造就一个人成功或失败。你的聪明才智可能不输别人，但是因为你的心性、你的内心并不是被神所保守，那可能会走向偏路，甚至走上失败的道路，甚至被社会遗弃的道路。我们常会学一段非常出名的话语，他这样说：你要小心你的思想，因为思想后来会变成你的行动。你要小心你的行动，因为这个行动会慢慢成为你的习惯。你要小心你的习惯，因为这个习惯会变成你的性格。最后说，你要小心你的性格，因为性格会决定你的命运。所以我们从这一段话当中跟这一个经文，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我的思想，我的心才是决定我一生重要的地方。那你从哪里去得到这个心的这个保守呢？我们总不能靠自己吧，或是道听途说嘛，或是学一些哲学的一个话语嘛。基督徒最好的就是要靠上帝的话来决定你的心思意念，也就是说，用主的话成为你心思意念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学习，一个掌握。那再来，既然心要被神所掌握，那你要从哪里开始呢？我们要学习说，让上帝来改造，上帝来改变你。所以，我们现代人很注意住家，或是空气，或是食物，或是饮水，我们都很注意不要受污染。南台湾呢很麻烦，就是在秋冬季节天空都一片乌云了所以你出去感觉上好像有一点闷闷的。很多人习惯就戴口罩，因为南台湾的那个空气污染很严重。大家那个很多政治人物都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改善我们南台湾的空气啦？让那个有太阳看到云对不对？你如果出去大概冬天很少看到云呢。我们很在意这个，甚至你家里面还装了很棒的那种空气清净机，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很忽略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容易被感染。你的病毒在你里面，你都不知道，所以你的观念偏差，你对人的看法都已经受某一种心思意念的影响。那这是我们常常在很多注意的当中最容易疏忽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整个媒体，我们接触到整个生活周遭太多的讯息在影响着你，特别是网络啦，特别是一些电视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要怎么判断呢？其实我们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牧师讲的，你不一定会认为说牧师你讲的对啊。那怎么样去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准绳呢？我们就是要从主的话语来得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人很多人不相信权威，对不对？你越强势，我就越不想听了。包括长辈讲的话，年轻人不喜欢听；有时候教会讲的话，年轻人也不一定觉得要顺从。但是我们总是要找到一个共同的标准对不对？那圣经的神的话，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好的参考，最好的学习。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价值观是根据于上帝的话，所以让上帝的话充满你的心思意念。既然被充满，你就是愿意被上帝所改造。
即使你自己从你的知识、你的理解、你的判断、你的一个个人的想法，但是跟神的话语产生抵触的时候，你怎么样愿意被改造？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常讲说悔改啊，我感到有一点类似，感到有一点不舒服。为什么我做错事要悔改什么？其实悔改某一种程度是你心思意念的改变，你的想法、你的思考被神所掌管。所以就是我们能够明察生活上的事物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可能你有自己的个性，你有自己很有自己的一个决定权，但是你会想说，如果是主会怎么做，上帝会怎么做？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心思意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对周遭的人事物也会有正确的判断跟理解。不是我们说人云亦云，对不对？我们不是说人家这样子做我就跟着做，我们同学一大堆，他们这一票人都这样做，我就跟着做。或者说你很相信的，或你很信任的某个长辈或者你的老师这样做，你就真的做。有时候我们因为太相信人，反而会做错事情。但是神的话语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准绳。刚刚我们读了罗马书12章第2节，他这样说：不要被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不要被世界同化，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你可能阅读了很多书籍，看了很多的影片看了很多新闻或是很多的网络的东西，但是怎么样不被同化？因为你要让上帝改造你的心思意念，被神所更新了。所以你常常阅读圣经，你常常从神的话语得到启示。所以当神的话语内化在你内心的时候，你的思考念头就会从神的角度出发。可能你不是因为别人对你期待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或是想要得别人的称赞，或是甚至想要在人面前做一件人家不敢做的事，觉得自己像英雄一样。其实那些可能是一时的，但是神的话才是永久的。所以我们教会在今年呢，除了这一个我们的主题之外，我们又推动了读圣经的计划我们在楼下呢放了3年读一次啦，2年读一次啦，甚至1年时间够的话把它读完圣经。那这个不是为了考试或是为了交成绩，而是为了让我自己要求自己有一个固定的读经的生活。我们也在礼拜天开了3个查经班，有的小组他们也有查经的这个课程，是为了让我们更明白神的话彼此的分享，更清楚这一段话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意义。而且我们还推动了什么样呢？我们还推动了抄圣经今年呢，我们鼓励会有，如果你很少拿笔的话你现在都敲键盘，对不对？把笔拿起来，那一笔一画，把神的话语好像刻在你的心板上一样。当你写了一笔，他的神的话就在内化在你当中。我们做了很多查圣经的活动我们已经有好几十个参加了那我们这一次只是办理说最简单的，就是抄诗篇跟箴言。如果时间不够，我只挑了箴言就好，大概很快就可以写完。但是不是要求快，而是你一笔一画将主的话像美好的食物吃到肚子里面一样。那如果时间还够，连诗篇也一起抄。甚至有的人呢，时间够了，这甚至包括有的是已经退休的，对不对？他写完有兴趣的，他变成把整本圣经都抄完。我在高雄的时候，有好几位退休的弟兄姐妹，他真的把整本圣经从创世纪抄到启示录，到最后教会帮他装订成4大本4大本。那这些是经文的表格啦，一个示范那很多人喜欢优先鼓励，特别是新受洗的会友呢，抄那个箴言，因为箴言很多很生活化的语言，可以教导你怎么样走在神智慧的道路那有人甚至用毛笔来抄写那这些经文都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了那这一本就是我牧师后面这一本，
我们教会在几年前一起联合抄写的一本大本的圣经啊，我们还把它复制成传家宝，每一个家庭有一本，成为传给你的子孙很重要的，因为这本圣经是众人集合起来的哈。那这个是我们内页诗篇的部分，它因为那个表格跟新标点和合本完全规格都一样，有几行有几排都排得很好哈。那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抄写的，这个是马太福音，我看到里面有写到蔡牧师写了那个马太福音第1章，从那边开始。那其实这个也不是耍噱头啦，或是牧师还故意要苦读各位，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抄圣经真的会让你心静下来。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来哈，叫玉水姐，她在20几年前信主，她不是受了很高的教育，但是她就决心说，我要买笔记簿，是那种大本的笔记簿，很厚的100页那种笔记簿。大概是 也是 B5 的size哈，它是从创世纪一直抄，而且它不像这个有格子的，它是一排一排密密麻麻把它抄下来。那一天我请他说，你要不要把你抄完的拿来给牧师做一个记录哈？他真的拿来了，而且他是这样子从一格一格把它慢慢抄写。现在小学生做作业写1页就累死了。他竟然写了5六本大本，而且是很厚的。那这个我觉得很佩服他的心，因为他平常不是常常拿笔的人不是我们这坐在办公桌的人，但是他就愿意把这个时间献给神，慢慢一笔一画的抄，而且抄得很工整。感谢主，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奉献给主？读圣经也好。甚至你用你的手机读圣经也都很好，只要有一个固定的读经的生活，抄写圣经的生活。第3个是像以西结书所说的，是被神所改变你的心境，这时圣灵的力量才有办法。因为我们刚刚说，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思真的你会被某一种环境，或是你被文化所影响，很困难改变。就刚刚我讲的说，你绞尽你怎么思想，但是你要求神用圣灵来改变你的内心。所以我们常说基督徒呢，最大的一个福分是，哎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了，我就是不改了。但是当被神光照的时候，圣灵改变的时候，我改了，因为神催逼了我，圣灵让我很清醒能够改变。我记得我们教会有弟兄在做见证，对不对？他说他30-40年抽烟的这个上瘾根本改不了，大家要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做基督徒还改不了抽烟，那怎么算基督徒呢？就要跟神祷告。他竟然发现说，奇怪，我不想抽了，我不想抽烟了，因为好像那个烟就觉得那个东西干嘛，我为什么老是要赖着它？我们也知道说晨曦会，对不对？现在在台湾有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台南，都设立了戒毒的福音中心。因为很多人已经走投无路了，靠这个政府关到监狱里面去，靠什么劳动靠医生打什么药，都还是没办法，因为那个心思已经被魔鬼捆绑了。到最后他想说，神啊，我投降了，我就靠你了。所以在晨曦会里面也没有吃什么药物，也没有做什么其他医疗的行为。也没有绑你手脚就让你自由在这边，天天敬拜神，读圣经，然后慢慢把那些上瘾的东西被圣灵洗净了。我们是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才有被神更新。如果觉得说，哎呀，我有靠我的意志，我靠我的智慧，我靠我的什么力量，到后来所以说，其实你说靠那个东西就是瘾，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捆绑。因为你不愿意被改变。感谢神，我们基督徒很大的福分是，上帝说，我要赐给你们新的心，新的灵，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你们。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占据了，我们才能够改变。他说，这样才使你们能够遵行我的法律，服从我的诫命。感谢主，上帝要使人
走新的路了。神让我们有新的日子，得胜的日子。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当你有新的心，你就发现你的路不一样，你的路宽广了，你的路超越了你原先的极限，你眼睛的极限。所以诗篇25篇12到13节说，上帝说，凡敬畏上主的人，上主会指示他该走的路。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你敬畏了，神就带你走路。你青菜菜，你无所谓，神说那你自己走吧。你以为宽广的道路，到最后是毁灭的道路；你以为成功的道路，最后是被罪所捆绑的道路。那何苦呢？基督徒学会敬畏上主，是因为你自己觉得你没有那么厉害了，没遐搞了，那神就带领你走的道路。因为他说，这样的人呢，他要享受福乐，他们的子孙要安居在这片土地上。尤其我们年轻人呢，通常是很有自信，充满了一个人生的一个要起步那种力量。然后他就不想听别人的，到最后发现说，他所付上的代价太残酷了，而且太惨重了。我听到一个小故事，他在说，在瑞士呢有出名的一个山峰，就是马塔峰，对不对？马塔洪峰啊，这个峰是当时登山家最想要爬的一个山。我们常常会在那个风景照片看到那个山，哇，那个角度非常的像一个菱角一样。那很多登山家都很想要爬。有一次呢，有几位登山家，他们就聚集在山脚下一个山屋里面，而且还特别请了一位向导，说我们想要征服这个山峰，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经验跟能力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位有经验的人来带领我们，所以他们就在预备。刚好那一天呢，有一位年轻人，哇，他体能看起来体格非常棒，哇，充满了一种自信，然后也住在这个山屋里面。这群登山者就跟他讲说：“年轻人你要来登山哦？你装备都好了吗？”他说：“当然了，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你有没有请向导啊？他说：“我根本不用向导，我自己都能解决。”所以呢，隔天一早，这一群登山者在这一个向导的带领下，就开始要爬这个马塔峰这个山峰。他竟然看到这个雪，因为那个整个山上都是雪啊，已经有人走到雪印走过去了，而且他还留了一张字条说：“我不用向导。”他觉得我要自己个人登山成功。哇！那个向导就跟他讲，就跟这一群登山者说：“这种天气这个年轻人太骄傲了。”真的，他们走到这个要登上山顶的半山的当中，就看到在一个山脚下，那个年轻人已经跌在那个山脚下，把自己的生命葬送掉了。所以呢，在这个马塔峰的这个山峰的这个山路上呢，因为常常有人发生了危险所以他们就雕了一个向导的像，向导的这个反正就是要那个尊荣这些向导，因为他们向导很熟悉这个路。然后他这个牌子写了一句话，他说：“跟我走，我知道这条路；跟着我走，我知道这条路。”各位弟兄姐妹，请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直觉，也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而是跟神说：“神啊，我跟你走，因为你知道这条道路。而且这条是安稳的道路，是祝福的道路，是得胜的道路，是让你的子孙安居的道路，而且是你享受神的福乐的道路。”所以呢，当我们领受这些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跟神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以及每天生活上活出上帝的旨意。你有这样的话，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在春节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把
这段时间啊，不是休息啦、度假啦、玩乐，而是在神的圣殿。就刚刚我们读的那经文说：“我要从上帝的殿来祝福你。”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新春的开始初二的时候，就从神领受这样的祝福。那我们必须要在生活上，我们在服事上来见证出来，因为你要走神的道路，一定要合乎神的旨意嘛，对不对？所以呢，最后我们要一起勉励说，我们在生活跟服事上来见证主。我们今年的第一个主题是说，健康教会活出爱。一个健康的教会是弟兄姐妹大家出自内心的一种真诚的爱，那种温暖、接纳、祝福。那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爱的生活，活出主的爱的生活。也许你生活的周遭，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或是你的亲戚，或是你的邻居，有一些事可能不是让你很开心的，但是因为有主耶稣的爱，让你能够克服这一切，愿意接纳不同的思想的人、不同形态的人、不同观念的人，因为有主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接纳的爱。第二个是我们像刚刚我在说的这个，上帝指示你新的道路。上帝指示新的道路，一定是你要顺服才有办法。你不顺服，你怎么走新的道路呢？因为神说这条路比较好走，你说不行，我想走这一条。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台湾也是登山的王国，对不对？很多年轻人自己也不请向导，就跑到那个山上去了。哇，我要爬百岳什么什么什么，到最后都是通常这一群年轻人都出事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太厉害，连台风要来的消息他都不管，他就上山了，勉强哇还能够传出消息说糟糕了，已经没办法下来了，被雨淋的那整个失温了，赶快派直升机去救。直升机救救得出生命还好了，那其实有些都已经冻死在山上了。顺服上帝的命令，不是让你觉得很小，或是觉得自己很窝囊，不是啊。所以你要克服心里面的软弱，克服你的自尊，克服你的骄傲这个才厉害，对不对？新的改变才是最厉害的。你愿意顺服吗？顺服就蒙福，这句话不是开口乱说的了，是因为你已经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最后一个是我们期待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委身在传福音的使命。传福音不只是神给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其实传福音有一个非常奇妙跟我们有关系的是，当你带着传福音的使命，当你求圣灵带领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已经把改变的大能在你身上。你会看见神迹奇事，你会看见不可能变为可能，你会看见说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就是在你传福音的路上所发生的。因为耶稣就这样说这一群门徒到各地去传福音，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你说神啊，我为什么老是看不到神迹奇事？因为你连传福音的动力都没有，你根本觉得传福音不是你的事啊。但神说你先传福音，你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是要传福音。当你传福音的道路一走出去，你的话语一开口，你接纳了不同的信仰的人，愿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神就开始在你身上动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一个神所赐福的，就是新春、新日、新心、新路。愿神在新的一年，因为我们愿意臣服在主面前，因为被神所改造，你的道路就不一样，你的生命的格局就不一样，你被神所高举了，你被神的神迹跟随着你传福音的道路。